请听上篇台词老二夫第10回叔父之业，由张继林、张继国演唱。中国大二夫去最新狗呀，为主来呢，棒队飘下，是你夫人讲，新狗呀年拉拉女夫，不过眼睛们里个人东走西走，年马实在多少人倒是走得13了还不晓得到罗大去的。现在们来让行，如果行上的马上他人送得来，飘香好听这个句话，什么呢？落差女儿天下难找，你辛苦要到你家去走走三脚走得那个人不济，我连如何觉得是高兴得这么送得来，飘香落里听得见，历代的小子要做忠心的，尤其是狗要是少定要为你家你个劲，所以现在得打乱了，这下都是体不好在，你来做一口飘香上来，飘香什么事情？嘿，这下中国爸爸带你夫人去狗仔，这是旁头你夫人对中国爸爸说，是你狗要你家们去狗给也没人了，不够幸福上。现在呢，叫你别急，这个行上呢，为了怕人送得来的。那么想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个种事情，跟你们拿我的不济，你在想来想吧，你来正好听见，男人不济。哦，这叫没可能。你来真都真一人到脑子里想多，所以来让做你的机关。来真问你真胸中立刻起你心，两个夫人为家把谁家走，为何我的腹中因啥带领我男人去走走三脚，山上里的是为的人心不饶，不对，这个当中不对，想必是一记露出真面目，手无得罪起你心，相夫爱也明能成阿伟得了些米了，看人面里真正走，不让别人看见老仆机关，认得我男人，别带你阿刁门里去，一讲，哎呦，你是美美人的儿子，阿刁拿我的男人弄死个。哎，这一下不会的。再别个手绝不会下多水，
阿刁这几何不落杂事，为啥了不为何个咋读书嘛？你也要想个呀，是吧？他最想生女，也做希望生。你自己晓得，自己要考虑当生女的终身大事，你哪够懂事？这一想，想你真有趣，深如黑，难免他山草有几根，所以定早读书名上身。做先的，做先的，因为你阿刁今朝还重量还贵，明朝还个，不知其数重量，虽然你阿刁水了。这一想，我今朝男人心不杀，我现在哪一把倒不是。立即回家去，当面前去说夫君，他们为我让步，当一把，倘若一女疼痛。讲不明，我夫人定有名归。因倘日我否早不知，我夫人人我牛死忘流去波浪君，今来回家把爹娘接，我见不到丈夫，绝不住家门飘香。小姐嘛，配与我吩咐梅香，立刻起身，比较真为当一跪叫有什么？这是俺当要走起的。是阿个，那么我去弄阿娇妹子都喊起来，喊起来，刚才中国爸爸刚才外头提架子，今朝你要你连要走走起，对。这家越夸越好，始终说你都要懂水嘛，做些你会救得上你狗药。随日本都弄啥嘛，可4年你总归弄得上的。对，我去啊，飘香有进大车房门，觉得隔壁才是乌堆房间，都是一扎扎房间上去。阿娇妹子抓起来，阿娇妹子抓起来。这第乌堆，丫头没给嘛困干了呀。困得来这个少，只听见外头乒乒乓乓打门，响声偏向是人玩，困死梦中哎呀门个啦！哎呀，啥人家？外头啥人让开门家？喂，你困着我啥人啦？嘿，你都阿条妹子都得困得上了，嘿，你都说的，不想一想个，你狗要死了，我分晓得了，还得快点起来！哎呀，狗要死啥？别想讲，耍个毛病讲，没得耍个毛病讲，耍个，别想做你的耍个毛病，我分晓得耍个毛病。我不过说道的呀，你狗要死呀，我分晓得了，海里。阿娇妹子都这样都说的，我快点起来，这样今朝要当要为娘讲。哦，现在走起咋？再快点起来啊！我大家起来，起来！要紧祷告起来做衣裳。
衣裳正等诗意一切彩龙好嘛，头浪向头发稍微亮亮光，那么在大的忙身子门外是奔出来，奔在外头，别晓得啊，得啥个事体讲啊？这样啥个事体讲啊？现在跟着你现在做过就去，分哪啥事体讲？别都是多呢，你狗牙子回去去走三转了，走在狗些狗牙个人家不见了还。哎呀，不记啊！我哪都不记这个家。不记得，你哪晓得呢？我现在你现在要进回去，要去门里来要他，但比你个狗要在老大几个，所以现在需要我分晓得啊。他们走去门，这个门上这么难，门上是唔少客气。你讲你现在以为把你来要他拼命给，那么我快身着，就去他身上不许穿新的。哎呀，可是我是新的哇！对，现在跑的舞台难了，这个难讲都是的。像这个临不这个征战有当局，有当局了，这的老他作新，衣裳老娃子不白开，我讲分多听。哎呦，阿条没知道啊，搿大家我去个吧。当少年你个没？飞机玻璃外，搿么讲个辰光嘛，这个衣裳老娃子在讲噻。看上去当少年来跟你讲讲。搿么你讲你讲讲，经常可能当少年讲。我当少年，现在哪晓得呢？你在这个在哪户几百米是看啥人当少，这样才是高个。或者说等啊。说科技少这个当少个。对呀，搿大家我衣裳。这个你是个欧队忙得不得了，要照旧衣裳真正没有当。实在才是偏向弄出来，偏向要进得，后来的啥？科技中国打中国爸爸讲，是快点去国家大家子，预备价值现在要是真正压力下你，现在要为主，还有听价值国家奖杯跟着越夸越好，价值要在这夸，路上要这个夸于上帝，买要去上我去，那么个老中国弄不懂，走。飘向梅子在雨灯，我知道了。快点，来去，我带你一道去。你一道去的。那么中国就你的不要去过里去的吧？当老师有两个脚背，困得不困，少得不困。为与人作心要做我再少脚背里胸作心压力，压力。现在来中国打得矛盾兄弟们，来宝宝，中国宝宝少点。来宝宝呢？快准备的要就是小妇人当然要为之你服。哎呀，是夫人主席，夫人主席，是夫人主席，做是啊。你当然在家做呀。哎呦，阿条，你加班，你都加班了。今朝你现在为主娘讲。是夫人为主娘高，对，有什么？现在等到你现在上次节子家里文章可不要都带过。阿里讲用智力去教一下正确等到的，别难还这个话这上来三条，说我呢讲你前两人呢授课两只脚，这个两只脚呢总归本得夸的，那么你呢主要呢为子多阿条妹子多长跑走不夸了，总归偷得慢点。到边公里你条妹子多，你总归跟得上你多，你都这个越夸越好。现在在讲的，最得夸越上，最得慢要吃上不开。最得慢为吃上不啦？好，最得夸不要等白走好哟，好这个。你大家口吧，有什么？晓得，不要先说的夸，你都根本上不管你的，不管你多事体你都等不让我去通办你再讲还有飘向我的妖精，再往进去，一米门了，准备茄子毛的拐着两盏灯笼没带红包，不记得就是个两个人咯，为于男佣人的，现在一进宫来，我嘞，等到有人这规矩你是先生闹，也是该到宾路府里的新妇。你应该的阿公阿母门前试一声回头一声真正要你要当娘高起为地上要去接男人，但是你来争不去为的，为啥了不去为的对什么呀？我阿掉过了要离不屁股，你阿公不过一个宾路样式，啥个大不了，那么有天呢都还在是街道，所以现在身体不了，回头要不要回头？偏向快的件事，
嘿，俺对家别多，你先讲出来吧。哎，有什么？哦哟，青山夫人上街，没带山夫人上街，难怪这青山夫人上街，就被后头就刚推出去。娘先叫你可够就干，您一个老后实动之事，新家子家里门口水被装好了。我对你四个李飘香两个人，门里神一弟兄，没带后波两在斗灯笼，这日子好龙开，来，大家底下快点走，是的，来上街走两口，哇哦，上街啊，哇！忽悠两个脚背，脚趾这么叫快，等到出家门给到老师，脚趾越追越快，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也晓得，飘香我队是副脚杆的，李是你来这个贴身我队，是一抓水往脚杆了，一打呢，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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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小脚靠动工了，噔噔噔，根本叫跟得老多。小白一兄哒哒哒哒哒哒哒，后头个的我队出来是，嘿，这个话喂，哎呀，没的呀，啊，说你这样最不懂的，哎呦，刚从昆士梦到20分钟还快个啦，这两个喂，你怎么没的啊？我，哎呀，你来不及的呀，哎，你走的没的呀，去上我干我，根本你跟不上管，跟得上跟不上啊，我快点，哎呀，是快的，这别来够领导，等到轿子一路过来，拾到一打铁骨斧，门廊下已经才到在门里水的夸张，轿子等到顶，我队过来，大家门里跟随，是谁家？你收了轿子，每一步出来，为啥偏向下的？你父郎与规矩，看人进进出出了。你门廊下有本叫门二部，这本门二部呢，来一个客人要上一个名字。如果这个客人起的啦，这个名字下头有个红的球球，那么呢，这个客人起的，那么这本簿子走上个用上的呢，那随时有客人到屋里向的人有事体要到挨打来寻这个主人家。那么呢，上得到里向大厅上一扎一扎听上去谁用不着看，只要门房间里本簿子扣一扣啊，翻一翻，你来寻是美美头人，来了要翻一翻，一扣来了在里是几把，翻来了看见个有个红球球人追在红球球也有在，看人追在，所以上得去寻着，所以偏向晓得铁骨妇人，于是还本门儿。所以眼睛过来的家是家是来家子里走的，为着中美乡呢，那家子比上下当心好些这样，偏向我的大大门跟随。喂，门老人啊！还要给这个门廊下的那些啊，真正就我认得了。大家来这个忙，就是现在看见搭上来个屋头是偏向的，晓得个。绿日了啷个写条？因为这个偏向屋头了，你来这个听你言话个，我告凶得来扎啦扎啦。那么你都是熟悉的呀，看见嘛？哎呀呀，你看的啊？门廊下的。哎呀，然有个记载，是吧？到底是过去的。哎呀，你看你看，你要走神高。哎呀，那么今天要得给他来说题啊？这边有事体哇？哦，我等你讲。那么我到门上来看，那么哪分人想？他倒是富郎的了，辛苦了一台出来你，那个门啊，因为应该夫妻上面一台围出来嘛，东山车，什么还有说东山车嘛，一个来说，哪来的？你我老讲哎，我那弟弟到你老讲什么讲的啊？因我老当你讲呀，一个我老当你讲呀，你阿拉当我讲，光着脸，高头讲嘛，你在哪听得出呢？哎，我想拿我自个讲出来，我自个你都已经听糊里糊涂，我听不到清爽的。一个讲啊，那你讲不要。那我家门那你也来的啊！叫你别讲，
那么啥人谁讲？两个谁讲？啊，你谁讲？干嘛讲呢？你不许开口讲。哎，我们呢？哎，你新姑呀，大概来做山去安来个？在过？你俺那里向？热浪哇！啊，在门浪向奔跑步喏，帮我看。啊，跑步。嘿嘿，啊，这样的，那么就是欢喜刘白相。少年当然刘。一出来嘛，就也刘白相。那么现在呢，人高头过去子呢是大人子呀，非坐上刘白相。他出去少年的呢呀？啊，少年当然来讲身高我的了，少高我的。还不能帮。一看面对不对哇，说个今朝为止最那个面孔白扎扎，像硬白粗头哇。哎呦，冬日想都不着，想不真个弄得了吃泥光光了还个，因为你是晓得基本干啊，咁么嘞，咁么问我们做代理人，别为同人父老下与人的责任，那么再给他来问人俺来过看看门阿部，那么你自家人跟你用不到看的。我来看什么那些的？我也要看看不啦？你都说空口说把握，狗样的人在那里下，而且对也是人17岁，这知道的高少，我要看上这步子，那么能现在不是弄算？啊不，面对是不对来，别是不是。要真在里向，拿本门阿部拿出来，那啊不要拿门阿部来的。别想你拿上这本步子么哪眼？你说是个呀？咁哪眼？哎，但是你去不是也要看的。眼睛和高衣裳打过来的夹子跟水，家门里已经拿出来的了。是这样？那本簿子嘛哪里在？我翻给你看，你再看，你姑娘的名字啊，来啦，说来啦个人来啦里向，啊是啊，说名字上有这个球球的啦，年17岁，是了，我翻给你看，你再看，老李的名字是你姑娘的。哦，在这样看，一张张看里翻过去，翻到当中瓦里，名字来了。飘香啊，谁是这个？这个就是你姑娘的名字的，晓得的。哈，有什么的？哥们，你这个进去，如果来要夫人说，狗要追着，哥们你跟不是多了你们的啊，追着这个沙家里布置那个名字了，不是要弄球起来，最好背了这里错的，最好上里到墙门上靠喜欢啊！来，他是个飘香，拿本布置往旮旯子丢一开，哦哟，哪是好的家子？哎，他表妹知道，这下掉，不好再掉进去啊！哎呀，当了，哎呀，当了，妹这个票，我关心到别哈当了，哪了？今朝袋子里向，你都肩膀比赛，口地上都看农长子。因为自个说给你当呀，没叫你当少年都不晓得的。因为自个是谁当的呀？别谁当呀，你看农长子，我爱些的长子对少年只要一个的，按着马上去当少年。哦，看那张纸，对，在少年根本就当少年。没准，根本看下条，那张纸那些地方还不高。有什么？你还这一拍你来当一拍高。现在人都别都有什么？心里有什么别讲好啊？哈，等等都大高大公来门廊下看见子，哎呦好呀，有劲当，勾得律师，兵导演夫人，个人光个天啦。落，耍了，女士们啦，这这个的来宾，而且才是两个神武八股，今朝的你刚来吃三折走了，耍个品级，耍人白考，像女士来白个两个，才是两个大佬，像你松肯白的，才是两个公务将相。一日平大，所以今朝个地考人得知天上谁要来看看个新姑娘们，他说新姑娘寻不上，寻到公下分寻上。你想我们嘴8个岁，17到公些，昨天谁来了等个新郎，你是来等女媳妇来，等女媳妇来，第二要去门来告诉因为今朝女婿来刚刚来报给我听，我说今朝我啦这次来宾，这个辰光呢，女婿来呢，靠人会分到谁个了？跟我要进一个，我的一上海在，我就要出去走，所以我唔不辰光，所以关着夫人来先打女婿大字大头，叫你书房里歇片刻。所以现在女婿来呢，来问高学女婿到底哪？当上个女妇，你们对了，没有人告诉老相公啊，女婿来个呀，
是你俺帮上，我帮上呀。俺搭理讲闲话，我搭理讲闲话，我是去问门里，为啥你女婿一个字就来，能不就来，杀了三位门比单位门？女婿对我讲，侬身体不好，所以要等某个了再出来再，我搭理闲话再讲上。那么是你一年女来的哈，你谁来不到？我因为该找女考厅，谁是两个女考堂？那么我想女婿到底是个男人呀，走了该找女考厅了嘛，不大便当该。我就说女婿啊，你到市场里去休息片刻，我怕两个佣人备好新姑娘到市场里去。不晓得各自一些听了。把嘴在要去寻个新姑娘，新姑娘不记得。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我到门房间里去问新姑娘按出去，你到外头分出去，进来没进来给。那么你是来就一定是夫人啊，你来了你想，是死了你想，那么两位在怎么让你？是按照花牛里去的，是我男佣人才怕的。花牛里各里各路的，高山上旁边。李大爷红火子里去两狗子，至少人道房里先跌了五火子里3.5倍，那么几瓜子了啥的你不晓得啊？谁瞧老夫妻俩搞定了门上门都佣人进来吧，当然是小家回来啊！你是不对了，高下哥哥来听听。女婿本人上能得就来这样的说，昨天还来自女婿夫人口人听得女儿回来了。好，哎呀个你他做你的那是我个头要隔壁的老女人还要女婿，能就来还要女婿，叫我挪不出个女婿了。老相公，既如如此，只好等女儿进来，我对她当面一明。好，你对女儿说明，来人，请小姐天堂相见请谢笑，天上相见，请谢笑，谢笑，谢笑，要他了，天上相见，你进去吧，他们自个当心点小妹子咋当心啊？举什么？你总没想两点人龙那么狠，一龙狗来让你来争，他都听他。那么你来争得听上想你心里想这啥子这个男人到底哪个里子？现在的人们讲不起，为是死，为是活，为是让少然后才是形式上心里去。那么那个文慢慢的蛮难受的了，所以来正在听上想的身上来亲自二在讲门口到这个男人哪样子在，所以过来我讲你啥？弟弟母亲在上，女儿亲爱不，你是在一口浓，人刚生为主的，给你要出来嘛，大女婿的上位们出来就能嘛你恭喜这个一个字，妈没办法，我来了，拉罢了。母亲弟弟，啦，母亲一人更生回来，你身子口好舒服。女儿好舒了。要把在身体中是好的啦。一帮手了，是多谢母亲。旁边两个恶女里撇下，来呀夫人，不啦，好呀，当飞把老婆来么拉的，噼里啪啦打举我几个人，中丫头罢了，
小子来呀，小子夫人到了。众恶人大高身举立起来，再立两包。啊，夫人，老相公，女儿今晚归来，为了何事而当面问来？这老太主你对我应该呢？今朝天老为的女考了黑，刚刚新郎官们送手口上在，新娘娘带进分口上，现在新娘娘走来在买喝，所以个点女考在天上想塞了两口，老太公来了啊！儿啊，是你为何不予一手实际动为？此刻一人更深，你来自人呐！哎呀，你来针对娘妈妈哪来的呀？门子落啥？接说少天日里不得，女婿的走来，一丫头们给一个子走来。他如是我男人走来什么，我不会来的这样。为这个人现在不见了呀？那么哪种法子？当然，这得是哑了呢。虽然心里想有点红嘛，就发不出。所以不走进来讲一声啊，母亲儿啊！所分女儿为家为哪转？我只为家庭夫君来祭奠娘。嚯，夫人听着个句闲话，有点气。啥个让气来听呀？为人男人来监督爷娘，不是男人呢，不会来监督爷娘。这个意思什么呢？是男人们看见爷娘身边打一打开。你为这故意是啊，我本当设计为门分着走。你为什么不回来啊？母亲，只为女儿发誓与小羊，狗儿我善意啦。他一人之门家，本来呢，我这里想上外门一带来个，因为身体不大好，所以呢，让我男人呢一个子走来。这样一来呢，和娘娘娘语气嘛稍微落差点。不说个闲话好像那蛮难听些，小小妹妹讲呀，母亲儿啊，刚才是我陪家谁记得来君子
的娘，两人后去把身葬。好哟，夫人听听，越听越不对。你听听看，我今朝提家子来这个男人，你都说人心不饶，真的老心的心浪过，我是老心的，实在恭喜我为怕人来心。现在男人问我一句，那么我个男人到底拉老大，我哪晓得呢？我晓得是嘛，我想去的海头啊，我现在心不饶了人家。夫人是做娘难做自个气儿啊，我们下人里里外外四处找人东撞，直到如今不见人影，不知往哪里去找我。现在要这样个人闹得真不着，叫落差男子天下内张，世界上了多人不个然后看得了个人中国来了，那我这不急，现在要听得个浪响嘛，介绍篝火来浪来着。这你的娘，你讲哎，我不到这了海湾，因为理解怪我没难讲。少弟们，我只能够讲我男人手定一万，还是龙出八折，分作龙杀折，这个我也不能够讲。像男人得分出版，我谁帮你去龙出版，必只害出男人的性命。所以现在这种讲闲话难讲，心里想你就难讲个，讲你就讲不明白，那么哪弄法子呢？是还有对有处。弟弟母亲儿啊，孙子娘来病中，口语神不记啊！我有你是来做你的奴啊，那个拽我的兄弟，上门问我一句，那个的兵卡就是吩咐国有抗人当中还有得不解，这你是来做你的抗人来到七夕州公公来了，实到公学来上来了。对夫人口夫人啊，你听听侬个句话分量蛮重了海啊，你哪会搭理老太晓得男人也已经有点后子，自家呢还蛮难做人，拿男人的后子哈啊，家里抬不出来再偷外个男儿啦，许多来宾到了此地，坐在厅堂等于备食，等到时间君子要等新郎出来嘛，谁找不到的，所以来宾嘛个个都在不见你的丈夫啊。为什么对对不记怒风难？为啥事体对对不记出我男人来讲个来宾谁来了？那么啥个道理？实在的心里想有不说闲话，男人还是说定一位龙出八载，我在已经奔到鬼子起来着，我在已经努力弄发出个不说闲话不讲个呀。那么这第一句闲话讲讲，弟弟母亲哪儿啊？
两边是我孤人，偷饮过两醉，还是我男人偷吃醉，这个醉呢吃得了特意都在。他在一女之中，马为女儿的娘，你们不该谋杀怒风狼看人光你是为听到个绝无随便那年份，在能口内王为魏门轩夺购神臣不敬的才女，你讲的这个重要话，谁是女婿妻子狗两罪，海鸥当中谁是得在子女上人上，你不吃只有没杀力那京东女婿讲错在他里讲你想那个觉我错该不好这个讲啥天我没杀力呢，我龙杀这个女婿呢，我也想想那农业你到底人情到今朝最3年天里哈儿啊，你怎能失去这种福利？是我这叫心里想哎，我也不能够讲明白嘛，这是俺讲呀。这个给人按上一句，意思当中就是我男人说的也会本抓着龙球打出，是不是你到龙杀里？不是的，我答不来的呀。谁是斗气之地最嘛？海话当中得罪嘛，顶都是训退费，还不说龙杀里家有的了，是不是？我答不来，你不能够讲明白。那么在岸上的，呀，弟弟母亲。所如女儿不及故人，呀，我的牛是在天堂的。哎呀，那是个女夫人不得了，一口个浓，真叫煮来上龙的，我就是哭哭啼啼的，恭喜人光门来他男人，不为你男人不够门来。哎呀呀啦！你不能是这种福利之一呀！女儿不言我了。这，哪是龙福利钱？听让个的女客了，再听好了。哎呦，旁边各位他上高他在说，哦哟，说你啊那边这个身体当心，因为啥？因为晓得来今朝热力不杂，狗咬的走来的身体不好呀。那么你恭喜摇头没给你不应该做来这样，是吧？这要做两年门这做来，是吧？哎呦，大高在了浪球，内浪球，里浪球，旁边个的凹头，不办法。那你这叫么子？哭哭啼啼，真那个些人光，来的，有一个人得是谁吃了老板出来，早啊不出来叫呀不出来，眼的帮不吃，这叫么叫兵将啊？我们大爷娘说的，给咱们太错上兵，啥有好讲的？3年你通政四大当着问我，可是问我不龙王2位大人，龙人老子在标本当中拍的，现在讲了讲，再有来他忘记了，都是一讲，手堂上的事体，大讲还讲到个什么要回起来的，晓得？但你搞送信也吃罪，啥不我呢？可你吃罪，杀得并自杀个的辰光，个的罪得也心个罪。周大人，请吧。周大人，请啊！好，龙大人，我们一块儿再到您家去吃酒吧。好，请。刚刚三高的大公儿童们的你。不晓得谁吃年糕里向有人出来，
这次灯笼看见我恰觉得，来，看看谁来呀？做什么呢？哎呀，阿德听上去吃醉。对，哦哟，这些听老妹难嘛了嘿，你先想出来噻。怎么说？嘿，你先想出来噻。哦，年宵机会了，为出来的呀。哦，好极了，哈哈哈哈哈！鲁王两位大人呐，邵大人听到没有？我们侄女儿兰珍回来了。哦，邵大人是啊，是你终极做法为美。对，兰珍的终身配对宾武功郎是我做的媒人。好，今天要请新娘为我们斟3杯酒，在我的身上，请新娘来斟我们媒人3杯。好，请。三高的刚刚说，我要说叫新娘娘来敬你3杯酒。嘿嘿，吃得上文化，今天你最错地不上，生活在吃得上，一顿醉嘛，一定是老师呀。好。少爷，老的就是今朝我们出去，可以打给娘娘讲，讲地上来这啦，你该像高不宾路样是个女子一用，那人品呐，我说侬一定要讲人品，好的好，品貌出众，学问呐，中是侬还要讲，阿说小你。我男人的分在家归好，好，相貌堂堂，学问也是好，各种女婿老实说，所以我说问我该得了，当你做这个媒人呐，你还要小我，可是你当然是应该要小媒人，好，那么小媒人们说个，今朝你3高头是你收起的，来拿你们的。每人敬他3杯，但是一路打出来，小嘻嘻，小得傲，而且冬日这次灯为了让公的一路喊出来，山东人出来啊！我对你来是哪？在的农家，还别给我哭哭啼啼。并到闲话当中分为兄弟，那兄弟嘛，最近讲我不看见男人，幸福让男人呢，我人有四个，那么闲话别个我的话对劲了，因为你晓得的，真正我男人弄出把家庭一位娘，这不为气核心，娘善良的心肠，像你可能的，这边个俩要想得女婿。让我米了，索性这个水头不为这样多了。叫你送蛇道上向害起人来，可是水头多那个，哪里水我水他不是叫人的了？不过我也说出来，你想说我们的神农的终身难龙法子，索性呢，可浪向心会很不到落。真正我男人弄出把出毛病要不里多弄死了，只一个人啥人啥问我，这个人我晓得，水调子顶辣，到胃里顶龌龊，做起事体来手脚顶快，所以啥个我根本哪弄法子呢？根本我至于心哪里？所以没办法想的，在那等，谁等个啥问我？刚吃了个辰光，这听见介绍理想声音带来的，听见第二个声音嘛，哎呀，啥问我啊？小叫已经抬起头来，对平门背语一毛没出事，谁吃了啥问我来打出来？根本没哈，说叫让我上来门上看吧。所以小叫胖，身体立起来，得，忙真子啥问我跟随走过来嘛，哪能法子呢？还能够讲，说还是我男人不能弄死他，这个我反正讲。
那么现在正在李德芬出版，我的帮人费龙出版，是一个叫做文章的来信，真正来是龙上我男人的娘来自家头皮里明白，你我的人人的，所以最大家问我们这么讲一声，师傅大人，你改的好，是谁问我？俺听天上一位的说，但那世上的各个好事体，因为那个头人最初记得在，你什么是最太特之的，得的牛在了嘿。你都里只听见上师傅大人你改的好事，这不我要做你的啊！新娘娘走来不样闲话，不需要带我做的好事，那么我做的啥个事情？个句闲话个好事，就是不好了嘿。那么你脑子里一动了，哎呀！在地上，今朝为杀了你来，正压力住来。临时我就带子我阿说吴大人你做的好事，我不养分多少。说的，第一个美人我做，再说维护高装的问题。这副高装了本来有个不我邋遢的呀。所以要进围队上，那么你门清爽呀，侄女啊，我做的啥个事情？但是你门不门，你晓得我只要门子要没啥总归是个脏事体。所以假如我不就来对你讲一句闲话，谁好吃啥我少一句话，侄女啊，哈哈哈哈哦，我干的好事啊！哎，是这个事情也不是我要干啊。是你们祖父叫我干，而且我跟你们老子也商量过，所以现在我已经干好，子一人日，莫一人就去说他干什么呢？哪是你来正听我个句话喂？当然，或许啊，有真上去，那么你来正怒当着问我。